台南市长黄伟哲表示，每年的秋冬是流行性感冒好发的季节。根据疾病管制署的资料显示，台南市伫最近3冬，每年因为流行感冒死亡的人数大约是1位到4位。不过今年到9月底为止，台南市流感并发重症的就有73人，死亡的有24位，比往年严重真多。因此，呼吁市民只要符合第一阶段施打的对象，就要赶紧来施打流感疫苗。流感非同小可，不同于一般的小感冒，它是会致命的，而且到目前为止已经有24位市民已经不幸因为感染流感过世了。它的攻击性，今年的流行的流感的类型是 A 型流感，它致病力跟致死率又特别的高，所以唯一没有别的办法，第一个是打疫苗，第二个戴口罩。大家记得，在我们已经出示了这个统计数据在前几年，因为我们戴口罩，为了 COVID-19 的问题，连带的这样也对流感有相当好的这个防止的效果。所以109年只有4位，不是109年有4位这感染流感而过世的。110年有1位，111年有1位，到112年到9月30日为止，已经有24位，远高于这个登革热，还有其他这个过去这6、7年来登革热的感染登革热过世的人，因此呢，特别的注意。那目前台南市已经打了14万6千剂了，这个我们有这个数量还蛮充裕的总共有52万剂，打了14万剂，还有38万剂，所以请大家放心，一定有，但是不能够出现缓打潮，因为我们要赶快打才有保护力。另外，市府卫生局嘛表示，目前流感疫苗对10月2号开放第一阶段，65岁以上的长者、医术人员，加6个月到3岁婴幼儿。第二阶段公费的对象，将对11月1号起开放50到64岁的民众。市府呼吁民众只要符合资格，就要赶紧来施打，才能提升家己的保护力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